AI 时代来临，宽频及有线电视龙头中嘉集团也与时俱进，在今年推出全台有线电视系统中首位 AI 主持人小嘉，首要的任务便是担纲高雄都会台的新闻主播和节目主持人，期待能为频道带入全新焦点。中嘉集团致力提供用户专业优质的服务，也3度获得国际权威测速 Speed Test 下载网速 No.1， 深受消费者的肯定。秉持着这样的信念，我们在高雄都会台的频道经营上也希望与时俱进，所以特别推出全台有线电视首位 AI 主持人小嘉。从今年1月开始，观众就可以看到小嘉在我们的自制节目《大港好玩志》中，以行家的视角带入，尝美食、寻秘境，为观众打造出行动旅游书。播出之后获得不错的反馈，因此4月卸下练习生的身份，正式出道加入高雄都会台主持群，为频道带入全新的焦点。近期小嘉除了在高雄都会台的频道和官方社群亮相之外，也代言地方活动，并且深入社区推广媒体识读，透过不同的角色扮演，出现在全台民众的视野当中，持续带来最在地的议题、最有趣的活动资讯和最新的生活须知，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服务。中嘉为了善尽媒体职责，长期投入媒体识读教育的推广，所以小嘉除了担纲高雄都会台的节目主持人之外，也走出电视框，深入社区扮演媒体识读大使，并且结合中嘉新闻网全新开发的线上游戏，你搞懂了没？期待用户有更有趣、更新鲜的方式，让民众眼睛一亮，在快乐中学习。另外，目前还有一档你搞懂了没的媒体识读节目正在筹划当中。你搞懂了没？节目目前正由团队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，预计今年暑假会在高雄都会台的频道中播出，将由小嘉担纲主持，引导观众学习辨别假新闻的方法和技巧，一起提升全民的媒体识读力。未来小嘉还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？也请观众持续锁定高雄都会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